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关税。这两天热点就是特不靠谱的关税战、贸易战。昨天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那个媒体上发了个帖子，说他在等一个电话，然后还说这个电话一定会打过来。但是截止到我现在做节目特朗普似乎他的这个电话还是没有等到这个心都碎了。特朗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刚刚与韩国代理总统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我们谈到了他们巨大且不可持续的盈余、关税、造船、大规模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他们在阿拉斯加管道中的合资企业，以及我们为韩国提供的大量军事保护付款，也就是付保护费。他们在我的第一个任期期间开始支付这些军费，但拜登出于无知未知原因终止了这笔交易，这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也就是一切责任在拜登。无论如何，我们对两国都有很大的局限和可能性。他们的顶级团队正在飞往美国的飞机上，情况看起来不错。我们同样在与许多其他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都希望与美国达成交易。如韩国一样，我们正在提出贸易和关税未涵盖的其他主题，并让他们进行谈判。一站式购物是一个美丽而高效的流程。下面重点说中国也非常想达成协议，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我们正在等待他们的电话，它会发生。上帝保佑美国。这个特朗普表面上看自信满满，说大国非常想达成协议。我想这个他说的没错，没有一个国家不想说跟美国达成协议，这是好商好量，对吧？好好协商。但是你特朗普不是这个态度别人没法跟你协商呢。但是特朗普现在恐怕也觉得自己这个调子起高了，人家不跟了，所以他放下身段说你只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打这电话的。你就是不好意思，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嘛。这是特朗普说的我们再看看这个白宫发言人说的就更有意思了。这个当地时间4月8日，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上回答有关关税问题时表示，特朗普总统让我告诉大家，你看也是特朗普自己在那媒体上发了还不算，他还通过那个莱维特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亲自对记者说喊话，这叫喊话，公开喊话，因为等不及了，双方已经对上了，谁也不让步。喊什么话呢？说特朗普总统让我告诉大家，如果中国主动提出要达成协议，他会表现得非常大度，但他会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优先，所以必须是中国先打来电话。你看看已经到这份上了。这个你看就是自己叫借坡下驴，自己找台阶下。昨天是怎么说的？昨天是最后通牒，对吧？4月8号之前，如果你不撤销这个关税的报复就是大国不是对原产地是美国的所有的商品加征34%的这个关税惩罚吗？特朗普气坏了，居然还有人敢公开反抗，勒令4月8号之前必须取消，不取消4月9号开始就给你再加征50%的关税。结果这边没动静这边说了随便，对吧？你加我就加，绝对会反击。你这么一看什么叫置之如死地而后生总之你没得谈。特朗普慌了，这个确实你从他的表态看，话说过头了，所以自己喊话说我知道你们想达成协议，你赶紧打电话过来，然后让这个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说，对吧？我不方便给你们打电话，你得先给我打电话。那意思就是你得给我一面子，对吧？给我一个台阶下。莱维特还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认为中国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中国采取反制是错误的。当美国受到打击时，特朗普会更猛烈的反击。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午夜美国将对中国征收100%的关税。这些是特朗普放风如果你先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会很大度的。这个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他还证实这个对中国累计高达104%的关税，9日，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9号凌晨0.1分生效。总之到现在恐怕这个特朗普也没等到这个电话。莱维特还强调已经有70个国家提出就关税与美方谈判，强调任何协议的焦点都在于是否对美国工人有利。政府将针对美国国家量身打造谈判
态度，所有选项都放在谈判桌上。他又说啊，关税措施不会延后实施。前2天啊，我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往年啊这种贸易战、关税战，我是提倡谈判的，对吧？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就是做生意啊，算账，有钱赚就接着做，没钱赚，对吧？那就不做。反击呢，就象征性的，对吧？挑几个商品，对吧？表示一下我们这个态度。总之啊，这种贸易嘛，对吧？做生意嘛，和为贵。今年做不了，保不齐过2年又能做了，对吧？没有必要把脸撕破。但是这次不一样啊，我是坚决支持对特朗普反击，因为对象变了。特朗普是个言而无信的，他是一个商人思维在治国，他是朝令夕改，他是欺软怕硬，他也没有什么道德上面的这个优越感，或者他不是站在什么道德制高点上，他纯粹就是利益。而且这个利益是不是美国的利益，他不一定，也有可能是特朗普个人利益，或者特朗普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他只不过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么一个旗号。所以说对这么一个人，对吧，那性质是不一样的，应该反击。何况他这一次啊，就像那个对吧斗地主或者干什么一样，他一下就把牌给你叫死了。为什么说特朗普这个人言而无信呢？为什么谈判说没有用呢？事实证明啊，你跟特朗普谈判，你就是自取其辱，什么都解决不了，你还被人家羞辱一顿。所以说有很多人呢，对吧？有很多专家学者啊提议，对吧？不要这个对美国进行报复，而应该跟他谈判。这个确实啊，就是说你这种态度对别人管用，如果你遇到一个对手啊，他是个讲道理的，那你这一套是管用的。你遇到一个特朗普这种，他不讲道理，对吧？你也不知道他打的什么牌，你跟他谈判就是叫自取其辱。你看啊，已经跟美国谈判的有以色列，有这个越南，还有日本、韩国。当然那个莱维特说了，有70个国家排队啊，在跟美国谈判。以色列已经谈完了，尽管啊，这个内塔尼亚胡承诺要取消美国的关税，并且承诺啊，下一步扩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减少美以贸易逆差。但是特朗普说了啊，很欢迎，很感谢。但是啊，美国对以色列的关税17%，这个不能免，那你不是谈了个寂寞吗？还有越南，是吧？越南已经说要取消美国的关税，变成零关税。但是即便这样啊，特朗普啊还是没有放过越南。美国商务部啊直接对越南镀锌钢进行这个反倾销税，从40%提高到88%不等。总之啊，无论是这个以色列还是越南，接下来还有比如韩国跟这个特朗普谈判都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去谈判说白了就是去确认，对吧？你在认领你这个新的关税，完了你还得承诺你得加大从美国进口。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很简单啊，他就是要求贸易平衡，就是美国从你这儿进口10个亿，那你就得从美国进口10个亿。他简单点说就这个思路。那有人就说了，你这美国没有那么多东西让人买呀，对吧？你高精尖的你又不卖，农产品我有，你美国有啥让我买呢，对吧？越南每年出口美国比如说是500亿，越南从美国进口不了500亿东西啊，那怎么办呢？特朗普说了，缺啥你来在我这制造啊，对吧？你可以在我这投资办厂啊，你在我这投资办厂，你生产了，我这不就有了吗？我这有了你就可以买啊。你看看，这就是特朗普的逻辑。特朗普这个从以色列啊、越南还有其他国家这个谈判来看，包括欧盟，基本上可以捋出啊，这个特朗普的思路啊，大概其第一个就是各国无条件接受美国的关税，不得报复。你看，偏偏有一个国家报复了，能不让特朗普生气吗？特朗普没面子了。第二个是向美国购买更多产品，投资美国，在美国设厂，实在不行啊，可以直接向美国财政部捐款。所以大家看一看，东大如果跟美国特朗普谈关税，那不就是自取其辱吗？你能谈出个什么结果呢？你去让你谈关税啊，说好听一点是谈判，说不好听一点，你去听他单方面宣布啊，这个事就这么办了，你最好不要有怨言。不就这个意思吗？所以他等不到这个东大的电话呀，他没有办法。但是特朗普也慌了，为什么呢？因为特朗普这回把这个大国啊逼到了墙角，不得不反抗。这个事情啊非常严重，一旦大国反抗啊，对美国进行这个反制啊，这个事情它就像一个什么呢？本来全世界你看啊都跪倒了，都是这个迫于啊特朗普的这个淫威，包括欧盟现在都已经开始摇摆了。欧盟是象征性的对美国进行惩罚，对吧？280亿的什么一个产品，那个加征20%关税，那个是9牛1毛。欧盟和美国之间这个每年的贸易都是上万亿美元，你是搞个200亿的这个产品进行惩罚，
纯粹就是象征性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对美国也进行报复，那个也只仅限于汽车零部件加征25%关税。但是像大国这样的对所有美国原产地的产品统统加34%，这个还只有大国一家。只要大国立在这儿，对吧？坚决对美国反击，那么接下来所有的国家他都会观望，大家都很聪明。如果没有人敢反抗，大家都不说话，那只能因为小国你更反抗不来，你指着越南反抗，怎么可能呢？对吧？你大国第2大经济体你都不反抗，你指着下面的这些，对吧？更小的国家反抗，这不可能的。欧盟你看他也在观望，那这个时候只要大国振臂一呼刚开始应折非常少，因为大家还害怕美国，但是随着事情发展，慢慢的大家也回过味儿来，对特朗普一味迁就，摄入他的淫威，你只有吃亏。特朗普一定会得寸进尺，朝令夕改，他要达到他的目的。这个时候有个国家跳出来，对吧？坚决反对，实际上就相当于给其他的国家敢怒不敢言，对吧？这些小国一个选择，有的国家受不了，很有可能跑到大国这来抱团。或者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只要这个大国站出来反对，那么特朗普他就没有办法肆无忌惮，也就是他对其他国家加关税提要求就不能太狠。这个就像这个美团和饿了么两人竞争一样，如果这个没有人跟美团站出来正面竞争，包括这个京东，对吧？京东现在出来竞争这样的话，这个商家对吧？这些餐馆他是不是就有了选择？虽然他现在还选择美团因为美团大，但是毕竟你美团要过分了，那商家可以选京东，选这个饿了么，对吧？美团让这些商家2选1，那现在美团这个商家没有办法，因为美团大，他就选美团。但是京东和饿了么的意义就在如此，让这个美团他不能对商家太过分。所以说大国这个时候站出来反击就让这个特朗普他本来是随心所欲，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现在不能了。这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着急的原因。何况对吧？你对大国加征104%，接下来大国一定会反击，一定会对等反击那特朗普接下来怎么办呢？再加50%，所以特朗普急了，这回一脚踢到铁板上，对吧？遇到个硬骨头。特朗普知道了，他不能随心所欲。如果大家还对特朗普抱有什么幻想，你就看看他对越南、对以色列、对欧盟什么态度。欧盟也要谈判，对吧？特朗普已经说了，你先买我350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再说。我们再看4月8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推广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公告，明确从今天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措施在全国推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外的游客到了中国你买什么商品，比如说这个你买一瓶茅台在商场这个比如说2800，咱们买就是2800，那个海外的游客呢买也是2800，但是他会退税。以往退税恐怕稍微复杂一点，对吧？因为出海关的时候再退或者怎么着的吧。现在是即买即退，就是你买的时候直接把税就扣掉了，那恐怕他就买一瓶茅台变成1800。我是举张例子那如果买苹果呢？我们买苹果这个16 Pro Max 恐怕是1万多，15000吧。那美国游客，比如说那个甲亢哥，对吧？他买那个华为3折叠，不知道多少钱买的对吧？直接税就给你扣掉了。甲亢哥在美国买这个华为3折叠，现在是104的税，那什么概念呢？那恐怕都要4、5万。但是你在国内买恐怕就是2万，退完税之后对吧？苹果也一样，你以后加了关税以后美国人买苹果恐怕要2万块，折合人民币2万人民币。但是你要跑到中国来买呢，恐怕就是1万人民币，退完税恐怕到不了。你看咱们国税局现在开始推广这种即买即退，方便这些国外游客。这个特朗普他说了，美国人能够生产苹果，让大家不要担心。我相信这个美国人假以时日，什么都能生产。就是千万不要认为美国人这不行那不行，是吧？要制造业回流，人工成本高，所以他肯定不行。你不能这么看，事情都是动态变化的，对吧？比本身制造业的技术含量，这个美国也不差即便现在有的美国没有的，他很快就会了，这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门槛。要相信美国是个老牌工业国，底子还在，对吧？这个咱们一定要清醒认识，不要以为美国人搞工业就不行，人家是搞工业，对吧？这应该叫鼻祖所以制造业对他来说不是问题他目前的困难就是没有这个成熟的工人，对吧？没有这个或者人工成本高、环保成本高等等，这些都能解决，假以时日。所以我相信美国人生产苹果没有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呢？这问题他有时间就是他不能明天就能把苹果搞定对吧？他怎么着还要个3、5年，他不能一蹴而就。
那这3、5年美国人怎么过呢？这3、5年美国人要买苹果手机怎么办呢？美国人就面临选择，要么买带有火锅味的苹果手机，要么就买带有咖喱味的苹果手机，你选吧，对吧？买这个火锅味的苹果手机，那你就到中国来，对吧？带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顺便买手机买电脑，他这相当于一下把他的旅游的费用都节约出来了，就像以前一样，这个几年前呢，是咱们中国人跑到美国去，全世界到处买东西，大包小包的往中国拉，这个大家记得吧？很有可能接下来就反过来了啊，全世界人呢跑到中国来旅游，顺便购物，尤其美国人。以后欧洲也有可能，这个欧盟啊，它也会加关税，加关税就导致他们自己用这些苹果手机恐怕越来越贵，还有其他的电子产品啊，那他们的消费者到中国来玩一趟，顺便买2个手机回去，他这路费都赚出来了。这个就和我们以前跑到香港买手机不一个道理吗？还有一个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香港特区政府啊发了一个说明，就是咱们给美国那个对等报复啊，香港特区政府它是没有报复的啊。不含它，你看看，实际上就是还是留了一个缓冲区啊。那么在接下来这个3、5年里面，对吧？美国人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以后到中国旅游加购物，这个不是不可能的事啊。你想象一下，就是104的关税了，再加154的关税，对吧？这些电子产品也好带，甚至啊，美国人跑到中国来采购日用品、牙膏、肥皂，这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你来跑一趟，一箱子装满，对吧？一样东西买1、2样，把它路费都赚回来了，还能白玩。当然，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啊，有个3、5年。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特朗普能干多长时间？特朗普你这个政策能持续多长时间？连共和党内部现在对特朗普都有意见，对吧？马斯克现在对特朗普是不是已经有微词了啊？马斯克现在攻击的就是这个特朗普的顾问纳瓦罗，两人已经互相开始攻击了啊。纳瓦罗说马斯克你就是个卖车的，你懂啥？然后那个马斯克说纳瓦罗啊比砖头还蠢，开始互相攻击了啊。接下来啊，马斯克很有可能要跟特朗普啊要决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恐怕是个必然。连共和党内部恐怕对特朗普都有意见，不要说民主党了。所以特朗普这个政策能搞多长时间，对吧？也要打个大问号。那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对吧办厂的，作为企业家，作为资本，他是希望稳定。你这地方政策不稳定，谁敢投啊？对吧？3年我厂刚打厂，对吧？产能刚上来，或者你这政策变了。那我在这儿还能赚钱？这不又打了水漂吗？那个时候进不得也退不得，不是傻了吗？所以这个资本啊，他倒是愿意到美国办厂，他也得考虑考虑，对吧？你特朗普在台上还有3年，我这3年能不能把这钱赚回来？我们再看看啊，这个新加坡的总理啊，黄循财，他警告啊，说这个贸易战可能会升级为武装冲突，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大家看视频啊。My fellow Singaporeans,I've said before that the world is changing in ways that will disadvantage small open economies like Singapore. Some had previously questioned this assessment, but the recent Liberation Day announcement by the US leaves no room for doubt. It marks a seismic change in the global order. The era of rules-based globalization and free trade is over. We are entering a new phase, one that is more arbitrary, protectionist, and dangerous. For decades, the US was the bedrock for the free market economies of the world. It championed free trade and led efforts to build a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nchored by clear rules and norms, where countries could achieve win-win benefits through trade. This WTO system brought unprecedented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to the world, and to the US itself. To be clear, the system is not perfect. Singapore and many others have long called for reform to update the rules and to make the system better. But what the US is doing now is not reform. It is abandoning the entire system it had created. Its new approach of reciprocal tariffs, country by country, is a complete rejection of the WTO framework. The US has placed Singapore in the lowest base tier with a tariff of 10%. So the direct impact on us may be limited for now, but there are wider and more profound consequences. If other countries adopt the same approach as the US,
abandoning the WTO and trading only on their own preferred terms, country by country, it will spell trouble for all nations, especially small ones like Singapore. We risk being squeezed out, marginalized, and left behind. We can also expect a strong global response to America's tariffs. Singapore has decided not to impose retaliatory tariffs, but other countries may not exercise the same restraint. The likelihood of a full-blown global trade war is growing. The impact of the higher tariffs plus the uncertainty of what other countries may do next will weigh heavily on the glob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s will suffer, and global growth will slow. Singapore will take a bigger hit than others because of our heavy reliance on trade. The last time the world experienced something like this was in the 1930s. Trade wars escalated into armed conflict and eventually the Second World War. No one can say h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ll unfold in the coming months or years. But we must be clear-eyed about the dangers that are building up in the world. Global institutions are getting weaker. International norms are eroding.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will act based on narrow self-interest and use force or pressure to get their way. This is the harsh reality of our world today. We will stay vigilant. We will build up our capabilities. We will strengthen our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with like-minded countries. We are more ready than many other countries with our reserves, our cohesion, and our resolve. But we must brace ourselves for more shocks to come. The global calm and stability we once knew will not return anytime soon. We cannot expect that the rules which protected small states will still hold. I'm sharing this with you so that we can all be mentally prepared, so that we will not be caught off guard. Let us not be lulled into complacency. The risks are real and the stakes are high. The road ahead will be harder. But if we stay resolute and united, Singapore will continue to hold its own in this troubled world.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作为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领导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贸易战有可能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这个我想现在有这种可能，对吧？以前有的国家他一直隐忍、韬光养晦、含而不发，是因为全球化，对吧？大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俄罗斯为什么敢侵略乌克兰呢？是因为它跟世界联系不大，它经济本来就不发达，所以就是制裁它是难受，但是它不是活不下去。但是有的国家不一样呢，有的国家呢经济是外向型的，全靠出口，如果遭到制裁，那你还怎么活所以说在这个春节化时代，对吧？他要忍，他不会招致这种制裁。但是在特朗普的这种推波助澜之下，全球化结束了，那对这个国家来说，对吧？身上枷锁没了，反正也不能全球化，外贸也不行了，对吧？你制裁我是一样的，你制裁和不制裁是一个意思，跟俄罗斯是一样的那很有可能内部矛盾要转移到外部，对吧？那就会地区的局势就越来越紧张，擦枪走火在所难免，因为大家不用忍了，以前要克制，因为还要做生意，还全球做买卖，现在不用考虑这个了，那就动手吧。所以说这个特朗普这么干确实加剧世界动荡。我想这个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说的是有道理但大家都是彼此之间没有联系，都是孤立主义，那这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必要要忍呢？就像俄罗斯一样，我把你打了，你能怎么样？不就这个意思吗？你除了制裁，你还能干啥？制裁已经无所谓了。所以说到时候小国就会遭殃。你再加上特朗普要巴拿马运河，要格陵兰岛，还要把加拿大吞并，好吗？你说这世界，一个是明抢，一个是暗夺，一个是巧取，一个是豪夺，这世界乱套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留言、评论，谢谢大家。